風台把位當日我進台灣，預計暴風科啊明透早就會吸到本島的陸地，陰暗到明仔是風雨上強的時陣。風台逼我宜蘭、花蓮、台東、屏東列入大影警示區，台東海水倒擊引入市區。國際兩間蚵仔工廠大火燒，一間佇咧中國福建造成28人死亡，一間佇咧捷克損失破2億的台票。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歡迎收看《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眉，邀請大家踮台灣看世界，用台語了解國際大。今日節目頭期先繼續來關心這風台把位是當咧用西北邊行線，是當咧挖進咱台灣。氣象署是持續發布海上、陸上的警報。這陸地警戒範圍是擴大到中華以北，還有宜蘭、花蓮、台東甲馬祖14個縣市。預計這風台暴風科啊是明仔透早就會吸到咱台灣本島的陸地。即講陰暗到明仔，這風會上透，雨會上強，提醒大家都盡量踮咧厝裡。目前氣象署是閣講，這風台的路線會較偏北，所以講中心登陸的機會較低。大概是明仔過後就會漸漸離遠去，往中國迄邊過。也若是風雨情形，雖然講把位受較減弱，不過又願意帶袂少雨水來。咱會當看到講，這明仔佇咧這北部的山、北部抑個各地山區，攏是呈現紫色到紫紅啊色這款色水，代表講雨水會增高，請大家就避免去山區活動。也若是這透風的情形咧，這北部的沿海抑個有恆春半島，是佇咧明仔載中晝進前，真有可能會靠12級的強陣風，提醒觀眾朋友要做好防災的準備。包圍風台繼續行西北方向挖台灣過來，新北市淡水隨10下晝開始有風雨。氣象署講，暴風圈會佇10月透早吸入陸地，地點有可能是新北市東北角、宜蘭或者是花蓮北平。雖然風台看起來有較小，不過威力也是真強。目前針對海上發布警戒的區域，包括了整個東半部海面、巴士海峽、台灣北部海面以及台灣海峽北部。陸上警戒的縣市包括了彰化以北各縣市、南投、宜蘭、花蓮、台東以及馬祖。風台西邊的雲慢慢挖台灣，隨着暗到10月日時是風台影響上明顯的時陣，四季攏可能有大雨。氣象署講，風台路線有小可較偏北，而且暴風圈佇咧挖台灣的時陣會小可變較細，所以有一寡縣市可能袂佇咧暴風圈內邊。到中午過後，整個雨勢也有逐漸往中部地區擴增的趨勢。而此外，在南部地區受到熱力作用的影響，高屏也有比較明顯的午後雷陣雨出現。那我們從雲圖上可以看到，颱風本身比較明顯的環流，其實現在都還在海面上，而且接下來會逐漸接近我們，所以接下來的一段時間，各地風雨的影響都會越來越明顯。氣象署也發布大型災防警告，包括屏東、宜蘭、花蓮、台東，在東半部影這麼已經有7公尺到9公尺懸，在咧風台中心的所在，影有可能超過10公尺。屏東滿洲港口海沙坡、昆關處峽谷的海域也封起來，大家莫去這個危險的所在。我知道這一次的風雨可能會很大，那我公所特別，我們從25號，水馬上退，我們清潔隊就馬上進駐。屏東的長治鄉、頂國的強港河真濟所在淹水，這邊攏傳化。風台話來，愈暗風雨愈明顯。總統加行政院長隨即攏來中央災害應變中心。總共有2萬多個兵力還有器具、設備以及車輛都已經準備好。那有些淹水的淺勢地區，國防部也已經預防性的進駐就是要跟中央跟地方都要站在一起。除了聽中央的防災措施，也跟新北市特特別的縣市首長時程連線。賴總統提出3點指示，加強中央地方合作，做好高風險區域的準備工作，也感謝國軍幫助救災的工作，希望把災害降到上低。記者綜合報道。風台當咧逼我，這上屆大城受影響的就是東部甲東北部。對咱這邊的畫面，咱會當看到講這風影是真強。宜蘭、花蓮、台東、屏東已經列入大影的警示區。台東下晝是到這6米懸的海影，海水倒擊湧入市區。新林公園淹水，官府也趕緊派機具去出海口烏塗沙。
民眾在無人機等大單位空中翕到一波大影衝向海邊。在花蓮縣的鹽寮海峽也出現長影，海象是變化真緊。宜蘭所附近海面風力也一直增強，海象愈衝愈懸。氣象署特別針對宜花東甲屏東地區攏發布6公尺大影警報，提醒這4個地區民眾愛離海岸較遠咧。東部大影一直衝上花，絕對超過爆發。在大同市區四川路底排水溝出海口，和海水倒灌，有路淹到部分靠海面梯，和大影衝入峽谷內底，民眾已經囤沙包來防堵。昨天已經噴到這裡來了，噴到我們對面家裡了。這次好像前面都有海水倒灌了。對啊，這一次比較嚴重。大同市區海水倒灌的災情真多，就連有名的新民公園攏淹海水，目前公園淹水的所在已經暫時封起來。在我身後這一片森林公園積水的情況，就是這次颱風海水倒灌造成的。在2016年，台東市森林公園也曾經發生過森林淹水的情況。綠水橋的出入口這邊是地勢是最低的，那剛好又遇到這是颱風的造成的這個海浪哦，變成有海水倒灌的情形。日本濕地因為縣政府改善三八間溪，也就是建河溪排水工程，水源向上消失，引起環團抗議。這擺煞予海水倒灌，海水流入濕地，環團煩惱可能無溪水淡化產生鹽化現象，不過愛去觀察。離島的南勢風影一直增強，以控制去年三度離風台期間，800多隻貨輪靠岸在龍門港附近，部分船身到這馬也無拖走。這馬閣予大影衝擊，居民煩惱風台過後可能影響漁船進出。大影一直侵襲台東，官府已經加派機具搜尋排水溝，各蹲頭做保花，降低海影上上化發生海水倒灌的危害。因為入暝了後，風台更加接近東部海峽，有可有可能發生大影的幾率，呼籲民眾愛遠離海邊，避免危險。記者綜合報道。鏡頭來看北部，氣象署是預告明仔拜六北部沿海風影上懸的到10公尺，提醒大家莫去海邊活動。若是發布警戒期間，有關撞入危險的所在，上重會當罰25萬。這個包圍風台是愈來愈接近咱台灣哦。記者目前呢是一個這個基隆的八斗仔的這個條件公園哦。雖然即馬這個雨也無遐爾大，不過咱這個風啊已經愈來愈透啊，甚至咱看到這個海邊啊的這個影呢是已經愈來愈懸啊，甚至有來到3公尺到5公尺遐爾懸哦。那現場嘛有真濟民眾來到條件公園，就是要欣賞這海影。不過海巡人員嘛提醒，發布風台警報了後，民眾就袂使撞入去危險的區域。若無遵照規矩，會當按照災害防救法相關會當罰25萬。另外，氣象署嘛表示，包圍風台路線較駛向北邊，直接登陸台灣的幾率降低。不過，風台中心的強風區挖進北台灣，北部甲中部要是愛特別注意防護。基隆八斗仔甲正濱漁港，真濟漁船嘛提早入港閃風台，若有船員趕緊甲船隻保護掉，嘛有漁港趁這段時間整理漁具。在風台入境了後，做出港的準備。北的船啊，保護掉人員要駐船的晚上的話，白天真的颱風來，人員都要停到啊。無人你船啊，無人過船啊，所有人等你船啊不知道要漂流到哪裡。因應包圍風台，基隆市政府嘛有整備188台避難收容所，嘛針對烏海路、百靈路等等過去有水崩水地區，24點鐘監測刷標情形，若有風險就會啟動預防性撤離的機制。記者基隆綜合報道。也那這新北山區真闊，驚講風台會造成水崩山的災情。所以講新北市長侯友宜就下令，這黃色、紅色警戒區今仔日要有風性撤離，有國軍去監督3天。根據市府下晡的統計，新北10區是疏散497戶，1395人。風台的風雨是一陣一陣來，記者目前人就佇咧新北市有內的山區，後壁這個空間呢，就是避難所。記者一路入來到山區這個所在，手機就一直出現土石流的警戒簡訊。所以講，為着居民的安全，新北市長侯友宜伊嘛下令講，佇咧有可能發生土石流的所在，居民都愛有風性撤離。區公所人員對有內的山區沿路問，就是要確定在土石流黃色警戒甲紅色警戒的居民敢有撤離，因為有內佇1996年河北風
台甲2015年所得的風台攏是新北的同濟區，就驚即屆包圍風台的霜凍甲真厲害，所以有住在溪邊的保存好驚溪水的場起來，嘛趕緊撤離到安全的所在。房子比較隨時都會水會暴漲，我們里長也特別要叫我們一定要過來這裡住，因為那邊如果說大颱風的話，我們那裡是真的危險。新北市長侯友宜嘛有親身來視察，提醒各區公所，包括邊拿、酒店、甲新店等等，攏是土石流警戒區，三級發生的幾率嘛真懸，尤其有來崩塌的幾率是超過9成。要求風台掃來進前，在拜五下晡完成撤離，嘛有國軍來到3天。目前有來區總共開設4個避難所，包括發電機、泡麵和食食等等，攏有準備。30戶，但是有些部分也有疫情，收容所4處不論是中治、烏來、信賢、福山，我們已經開設了。那我們的物資也存放大概2個禮拜的生鮮食品就有2台發電機，因怕那個沒電了，然後裡面有泡麵、罐頭，還有一般的就是收容的物資最帶那些。根據新北市府的統計，到下晡為止，有高撤離10區497戶1395人，因應各公所的撤離作業，最後的撤離人數也擱在確認當中。市府表示，目前救災的機構已經事先入去到高地災的路段，希望這屆會當平安度過包圍風台。記者盧尚如、林曉凱新北報道。國際新聞先來看意外消息，中國福建的鎮江市一間蚵仔工廠大火燒，造成28人死亡。另外，在這節也是有一間70棟的蚵仔工廠大火，無人傷亡，不過這損失可能是超過2億的台幣。高高的烏煙直直慶祝館，消防拍拼咧救災，也閣有袂少人走去樓尾頂咧喊救人。中國福建泉州鎮江市當地飛天蚵業有限公司，初9中晝12點左右發生火災，迄當陣廠房有237個員工甲2個外來人員，攏總救到213個，也毋過落尾還是造成28個人不幸死亡，引起北京當局的關注。習近平強調，今年以來，國內發生多起重大生產安全事故。各地區各有關部門要深刻汲取教訓，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現場消防人員指出，做蚵仔的材料真高檔，而且拖了真緊，佮加上廠房的樓梯墩真濟雜物，嚴重影響到拍火的速度，火勢才會炭燒到尾暗仔才受到控制。鎮江市互人號做是中國蚵都，有超過3000億人民票的蚵仔甲服裝產業聚集區，核心產區丹台鎮一檔做超過10億箱的運動鞋，人講全球每5箱都有1箱來自鎮江。這搭有超過7000多間的蚵仔甲配套企業，也毋過這區過去捌火燒真濟屆。也若中華國家節氣，初9又發生蚵仔工廠的火災。東南部子林做蚵仔的園區有一間有70棟歷史的廠房，早起6點外熊發生火災，因為翕咧燒，到中晝有部分廠房放去，300外的消防人員全力拍火，加在無造成人員的傷亡。也毋過統計已經燒害7萬到7萬5千箱的蚵仔，損失差不多是700萬的美金，超過2億3千萬的台票。公視新聞景元慶編譯。10當前，這國際法庭是裁定中國佇咧南海主權主張無法律根據。本地菲律賓的漁民是表示講，安尼因就會當轉去黃岩島海峽掠魚。不過中國煞是無承認裁定的效力，執法阻擋菲律賓的船，到呾兩國遊員定咧起衝突。天也未光，馬新洛克港的漁民已經全好要出海，100多公里外的黃岩島是因世代討賺的漁場。10年前，菲律賓在南海仲裁案摕到歷史性的勝利，當地漁民真歡喜，就是講會能夠轉去這片海峽掠魚。Masaya ako na nanalo nga tayo sa tribunal at pero hindi ko nararamdaman ang pagkapanalo niyan kasi hanggang ngayon ay hindi pa naman kami malaya na pumunta na Scarborough。當地漁民講，仲裁案的勝利有寫入去國際法的教科書，不過並無改善因的生活。即馬因被票所地航停，改去近海掠魚，亦個去檢其他的頭路。Dito sa West Philippines dahil dyan sa mga ginagawa ng Chinese Coast Guard na pangharas, pambubuli sa mga Pilipinong mangingisda. Sasalubungin ka na ng barko ng Chinese Coast Guard, pipilitin kang palit。2016年7月10日，海牙上屆仲裁法院做出歷史性的裁決，否定中國用9段線做基礎的南海權利主張。
這邊連接東亞甲印度洋的重要航道，唔但戰略地位重要，每年也有幾多條美金的國際貿易運輸。所以這項裁決被認為是國際海洋法的重要里程碑。不過北京無接受這項裁決，也唔承認伊的法律效力。在過去10年，自黃岩島到仁愛暗沙，中國甲菲律賓的船不時發生衝突。中國的海警也幾多遍用水炮、照雷聲，也有危險的炸彈等方式，阻擋菲律賓的船入去爭議的海域，和南海的局勢一直真緊張。今年菲律賓拄好是東協的輪值主席國家，積極推動有法律約束力的南海行為準則。不過，這項談判幾多10年來攏無突破性的發展，甲這掛外交聲明也個國際法條比起來，嘛是落個漁民國家希望的是，10年前以來迄場官司會當互因國登去黃岩島。公視新聞陳秋梅編輯。風台巴威是已經轉做中度的風台，按算明仔載透早暴風圈會去吸到陸地。拜六規工，這風雨會真大，對咱台灣影響真大。有一寡縣市是已經宣布停班停課。受到風台巴威的影響，7月11日，嘉南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園市、新竹縣市、苗栗縣、台中市、彰化縣、南投縣、雲林縣，也閣有嘉義縣市，也閣有台南、高雄、屏東、宜蘭、花蓮、澎湖、連江。另外，也閣有這蘭嶼鄉、甲綠島鄉，攏是停班停課。也若是台東縣、甲金門縣是正常上班上課。風台是今仔日到明仔載，這影響上介大。咱國內線的飛機，親像是華信甲立榮，是已經宣布講，明仔載規工的飛機隆重取消。所以講，未少旅客是今仔日就趕去機場要提早坐飛機。也若是國際線，桃園機場明仔載全部760班飛機隆重取消。上早就愛到禮拜的透早4點，才會看這天氣來決定講航班敢要正常起降。桃園機場在航廈客運單出國旅客已經包圍風台，機場航班有調整，部分旅客行程受影響。8月11日，國際甲外籍航空攏停止起降，760班次全部取消。按算8日透早7點開始看情形，來到恢復航班起降。你的行程有因為颱風受到影響嗎？有啊，有受到影響。對啊，我們把那個行程往前挪1天。多虧旅行社，153個班次會取消，這其中包含了這個客運的140個架次，然後貨運的13個架次哦。那在明天呢，大概所有班表上的760架的班次大概就會取消。旅客在等買票，台北松山機場有真濟國內線旅客，因為之前航空華信航空宣布受風台影響，12國內線全部停飛，真濟旅客提早1天採走該航班。華信航空早起針對台北飛金門班機加開4班次數分，高雄來往澎湖各一班。之前航空是早起10點過後，松山台中來往馬祖航班取消，中晝過後陸續取消北中南來往澎湖金門航班。下午的取消的時候，我就趕快進這個加開的。對，因為還是得去工作啊。金門下晡飛台灣的班機取消，旅客無奈，今日透早到現場後晡單叫好買票。之後都沒票嗎？就只能再等候補這樣子。對啊。小三通受風台影響，金門來往廈門甲泉州航線實在全日停航，影響6500旅客。354號車。旅客靠單後晡叫號，澎湖航空站宣布下晡3點取消來往本島28航班，11全部停航。70早起依然提供30航班，飛台灣本島各航線有2347個飛。下午2點過後的班機都取消掉了。所以早上有順利搭到飛機。鐵路運輸部分花蓮車站人無明顯增加，有旅客煩惱風台影響，提早改變行程。還可以開出，想要趁下沒有風雨趕回去。目前在晚上的18點之前的路線行駛狀況都是正常。台鐵表示，除了平溪線、蘇七蘇二處、蘇七蘇四處甲東線、蘇五支處停駛以外，其他列車切到暗時攏正常在駛。記者綜合報道。天災地變，咱人無法度掌控，萬不一若出意外，救援的黃金72點鐘上介重要。這陣運用 AI 就會當更較有效率。隨時一場 AI 高峰會就展示真濟新的技術，包含無人車載證地圖等等，要讓這物資甲救援會當趕緊送到需要的所在。在突擊隊內面，搜救人員持續找可能佫活的人，災難發生了，每1分鐘攏有可能來決定生死。
為咗要縮短救援的時間，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和德國的航太中心合作，研發結合 AI 的量測無人車。We are presenting here our application of how we could use space technologies, which initially have developed for the use case in aeronautics, but also space exploration in humanitarian or catastrophic scenario response cases. 這種車搭載監測器和攝影機，會當遠端操控，經過積水土埋，甚至一公尺懸的障礙物，把救援物資送入去人真歹到的災區。研發團隊表示，講這項技術是對世界糧食計劃署的需求來的。過去捌有維護人員在運送糧食的過程中不幸過身，因希望透過遠端技術來降低救援人員的風險。除了無人載具 ，AI 嘛都分析災情。Everybody can check it out, HungerMap Live on the internet. You can get real-time data, and right now we're even looking into forecasting food security 90 days into the future. 世界糧食計劃署是利用 AI 來提高物流的效率，而且透過地圖及時掌握糧食的危機。另外一個團隊實測超過600個職工，利用手機來辨識建築敢有受損，短短時間內就完成大量災區的標記，幫助救援單位升級受災上嚴重的地區。Manual mapping still provides the best quality. However, sometimes speed is more important. 不過專家提醒講 ，AI 有潛嘛是需要挖刻歷史數據。面對這麼濟變化的極端氣候，恐驚嘛是有真濟限制。在1分1秒攏要搶時間的災難現場，人類的判斷力、安怎和電腦的速度互補，考驗各國救援單位的智慧。公視新聞4派選編譯。外口的風雨會愈來愈強，提醒大家都要注意安全。感謝觀眾朋友收看今仔日的新聞世界，通我是蘇眉。那後禮拜一同一個時間再會。吼吼吼！Feliz Navidad.